自由工商庆祝58周年的校庆，同时嘛颁发110学年度的杰出校友奖。这摆得奖者为台湾职工工业大师苏建安，也有台湾家庭王国的皮诺家电董事长林玉元。其中董事长因为咧无闲，无法度亲身前来，特别交代身躯边的助理，等来到母校代表接受表扬。家庭里面容纳我们每一个各个学生不同的声音、不同的表现。在今天里面，我们也邀请了我们慈幼2位杰出校友。所谓的杰出，就是他们在各个行业里面都能够善尽本分，而且发扬光大自己所学。今天的2位学长，一位是林玉元学长，也就是我们大统英实业公司的执行董事；另外一位是我们苏建安学长，他是台湾工艺之家的负责人。在整个传统工艺跟时尚结合上面，真的表现得可圈可点，而且能够将传统工艺传承，这就是我们慈幼校友可爱的地方，也是我们慈幼在培育青年能够用自己所学去贡献社会、回馈社会的地方。今天我们的校庆也祝福大家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透过表扬杰出校友的活动，同时会当勉励学弟学妹来勇敢追求家己的目标，确定目标了，就要努力来向前行。这摆等来到母校，2位大学长嘛，拢分别准备小礼物，分别来送给学校，来感谢过去的教育之恩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